在下班超，我们将效仿博望侯张骞，闯一下西域。西域？去那鸟不拉屎的地方做甚？开疆拓土，必不是功勋。到西域何处？不知。一路向西，且走且看。何时到？不知。绝域万里，或许有去。你是朕放出去的千里马，巡狩天下，福远不至，百夷来朝。臣要为我大汉踏足一个更大的天下。出发吧！